如果大家因為有財政困難而無辦法按時清繳稅款，其實可以考慮下申請香港稅務局嘅分期繳稅計劃，緩解短期嘅資金壓力。而分期繳稅計劃嘅合資格嘅申請人士有：一、個別人士，包括受薪人士、自僱人士同獨資經營業務者；二、合夥業務，包括合夥企業同合夥人；三、法團，包括有限公司同其他法人團體。而申請嘅條件有：一、納稅人須證明佢哋因為有財政困難而無辦法依時清繳稅款；二、稅務局會根據納稅人嘅財務狀況去審批分期繳稅嘅申請。但係，如果納稅人未能夠依時清繳稅款，稅務局將會根據預期嘅時間徵收附加費。一、稅務局會喺繳稅期限日後徵收唔多於5%嘅附加費。二、當過咗繳稅期限日6個月之後，稅務局會徵收唔多於10%嘅附加費，並包括之前5%嘅附加費。如果你有更多嘅稅務資訊想了解，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 CK。